呢個演唱會叫 Lava 原因，其實想延續翻2年前嗰個水嘅主題。係因為其實水其實大部分呢個 topic 係可以包到好多元。係咁我就喺度諗緊用火，但係我又覺得我唔想淨係單純用火呢件事，我覺得我想完咗成個 concept， 所以最後同 Simon 傾咗好耐，我哋唔好用直接用火呢個字眼，就用 lava 呢個字眼。lava 代表係岩漿，因為岩漿係唯一一個物質可以融合咗液態同埋火嘅元素，所以我就覺得我唔想單純地用火去形容，反而覺得係當每一個人喺你生命嘅每一個階段入邊，你經歷嘅每一件事都會令你重生，但係同時間都唔好忘記你原有嘅一啲嘢，然後會承載住以前嘅嘢繼續去重生。呢一個演唱會本身喺音樂上面都有好多對立嘅一啲元素出現，例如我哋會用中樂、西樂去做一個對